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昨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咗《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》。呢份白皮書雖然以香港為核心，但對澳門同樣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同參照價值。澳門同香港一樣，都係一國兩制嘅成功實踐，核心原則同憲制責任完全一致。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係最高原則，中央負根本責任，特區負憲制責任，兩者有機統一。正喺白皮書發布嘅同一天，澳門立法會全體會議以全票32票贊成，一般性通過咗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法案。呢個法案將國安委運作由行政法規提升到法律層級，進一步健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體系，加強頂層架構，填補咗制度不足，築牢咗法律根基。法案明確國安委嘅性質、職責、職權同組成，強調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，賦予國安委具約束力嘅意見權。委員包括5個施政範疇司長，全面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。行政長官岑浩輝即時表態，指白皮書為澳門進一步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指明方向。特區政府會持續秉持總體國家安全觀，確保愛國者治澳根基穩固，穩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機制，以更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。澳門回歸26年嚟，長期穩定繁榮，證明國安同發展可以有機統一。香港由亂到治，由治及興，澳門則係典範。兩地共同向世界展示維護國家安全同保障特區繁榮穩定、居民權利自由完全一致，係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嘅必由之路。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實踐正邁向新高度。多謝收聽。